喺湖北恩施嘅崇山峻嶺之間，雲霧繞嘅茶山上面，生長住一種古老而珍貴嘅野生藤本植物。佢嘅學名叫做顯齒蛇葡萄，當地人親切咁叫佢做藤茶、梅茶，又或者係神仙草。藤茶嘅歷史源遠流長，《詩經》入面記載為古茶歐藤，茶聖陸羽喺《茶經》裏面將佢正式命名為藤茶。千百年嚟，恩施土家族、苗族嘅先民世世代代飲用呢種保健養生茶，叫佢做長壽茶。藤茶屬於葡萄科蛇葡萄屬，係一種野生藤本植物，植物體細長，纏繞或者攀援向上生長。新鮮嘅藤茶葉片翠綠飽滿，表面覆蓋住一層天然嘅白色結晶，嗰個就係珍貴嘅植物黃酮。經常飲藤茶有咩好處呢？首先，藤茶含有豐富嘅黃酮類同生物鹼成分，具有清熱解毒嘅功效，能夠有效預防感冒同口腔潰瘍。其次，藤茶能夠抑制金黃色葡萄球菌等有害菌，消炎殺菌、止咳去痰。藤茶入面大量嘅黃酮類化合物，對自由基嘅清除率極高，能夠延緩衰老、減輕氧化損傷。同時，植物黃酮對肝臟有保護作用，能夠解酒護肝、減輕肝毒素。另外，藤茶仲能夠降血壓、降血脂，預防心血管疾病。藤茶特別適合三高人群、肥胖人群、經常捱夜同上火嘅朋友飲用，係大自然賜予我哋嘅健康好禮。一杯好藤茶需要經過21道匠心工藝精製而成，由清晨採摘鮮葉到精心揀選、攤青、殺青、搓涼、篩茶、揉黏，每一道工序都凝聚住製茶人嘅心血同智慧。沖泡藤茶好簡單，建議使用玻璃杯或者白瓷蓋碗，攞1克藤茶配100毫升水，注入100度沸水，靜置7到10分鐘，等白霜溶解，茶湯變為黃綠色，就可以品飲啦。溫馨提示：唔使洗茶，黃酮首次溶水日出率高達70%，第一泡先至係精華所在。初嘗微苦，再品甘甜，口感亦如人生。需要注意嘅係，心腦血管疾病術後3個月內，孕期同哺乳期女性、3歲以下細路、嚴重低血壓者應該慎用藤茶。藤茶源自恩施深山嘅天然貴贈，承載住千年嘅養生智慧。誠邀你親自品嘗一杯，感受嗰種先苦後甘嘅獨特韻味，享受藤茶帶嚟嘅健康同美好。讓我哋一齊以茶會友，以茶養生。